中欧的国家斯洛伐克也要经过母语政策的推动甲发展，有一团来自斯洛伐克的合奏团，因受到邀请来到台湾表演。因也特别拨时间参访彰化的台语文创园区，互相交流本土语言的推广甲保存，也互外国朋友认捌到台语的水，了解台湾在地文化。 来自斯洛伐克的囡仔体验台湾乐器铜锣，阁有人台湾的布袋戏红仔，大家人拢算甲喙笑目笑。因是斯洛伐克的合唱团，受邀请来台湾演出，特别拨时间来彰化参观台语文创意园区。有关怀文教基金会的董事姚嘉文导览，了解台湾文化。现在斯洛伐克因一寡老师也讲英文，但其他语言是袂通，但是因感觉足好奇，讲台湾这种所在吼。 因特别足爱看布袋戏啊，布袋戏已经吼，布袋戏啊，伊就爱看这种耍，感觉足有趣味啊。这摆的参访活动是对欧美文化真有研究的高尚名作家直接牵成。伊表示，斯洛伐克的历史发展嘛捌经历母语政策的革新甲推动，透过参访活动会当互相交流，安怎保存、推广本土语言。因为斯洛伐克嘛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语言学家，伊的名叫卢多维希杜。 伊就是制定斯洛伐克即卖的标准语，所以因来到遮，因有法度真深的发现讲，台湾甲斯洛伐克原来有遮侪相像的所在。Veľa rokov obdivujeme Tajvan a máme tu veľa skvelých priateľov. Vaša krajina je nádherná. Jazyk je veľmi zaujímavý a pre nás znie tak veselo, pretože aj vaši ľudia, keď rozprávajú, sa vždy usmievajú. 除了布袋戏，阁有歌戏、台湾电影、歌谣这个展示。台语文园区表示，语言代表的是一个文化发展，真欢喜有安尼的国际交流活动，和外国朋友有机会认捌台语的水，了解台湾的在地文化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